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焦點，我係阿玲。邊個會諗得到，曾經被全民追捧嘅貴族豪華汽車，如今竟然淪落到如此地步？一次精準嘅網絡攻擊，令英國最大嘅汽車製造商捷豹路虎全球生產線陷入癱瘓，3.3萬名員工被迫休假，銷售損失最高或超330億元。捷豹路虎被黑，全球停工停產，大量供應商亦都陷入斷供或者系統癱瘓。最嚴重嘅係停產或將持續到11月，屆時部分企業破產將不足為奇，相關裁員潮或者已經喺度醞釀之中。蝸居入邊嗰句路虎就係男人嘅腿，令到佢火遍全國，銷量大增。無數少年亦都因此縱夢路虎。喺2010年，捷豹路虎在華銷量先2.61萬部，咁喺2014年居然高達12.2萬部，狂翻4倍多，成為 BBA 之後嘅第4個年銷破10萬部嘅外資豪車品牌。咁喺巔峰時期，號稱最美 SUV 嘅攬勝極光，甚至要加價幾十萬先可以買得到。10年過去啦，捷豹路虎一步步跌落神壇，從一車難求到銷量下滑，打折降價，再到持續虧損、停工停產。佢到底經歷咗咩呢？品質係豪華嘅基石，口碑係穿越周期嘅舵盤。作為英國豪華全地形 SUV 品牌，捷豹路虎已經從1948年嘅實用性車型發展成為多功能嘅四驅車，面向嗰啲不斷追求全新生活體驗嘅人士。不過捷豹路虎嘅命運卻十分跌宕，多次被收購。咁喺1966年，羅孚公司併入利蘭汽車公司，成為利蘭公司嘅美洲虎羅孚凱旋部。1988年被英國宇航公司收購，1990年與日本本田汽車公司喺技術同埋資金上進行合作。1994年被德國寶馬公司接管。2000年3月，福特汽車公司收購路虎同埋捷豹，向寶馬集團支付咗30億歐元，以購買路虎旗下所有嘅4輪驅動系列產品，包括 Range Rover、Discovery、Freelander、Defender。2008年3月26日，印度塔塔集團出資23億美元收購福特旗下嘅捷豹同埋路虎兩大品牌，引起國際車壇巨震。不過路虎命運嘅轉折點卻喺2010年，呢一年佢進入中國市場。值得一提嘅係，呢一年中國汽車產銷量雙雙突破1800萬部，唔單止蟬聯世界第一，而且創全球歷史新高。咁其實早喺2009年，路虎就因為蝸居入邊嗰句經典台詞而喺中國市場名聲鵲起。路虎就係男人嘅腿，每一個男人都希望擁有一款路虎。短短幾年內，路虎喺中國嘅銷量成倍狂翻，唔單止成咗中國市場中最受歡迎嘅豪華品牌，仲係捷豹路虎最大嘅海外市場。咁當時有好多有錢人為咗能夠購買到一台路虎，不惜加價幾十萬，但即使如此，都係一車難求，亦都係因為呢種現象級嘅狂熱追捧，令其迅速積累有咗衝擊 BBA 等一線豪車嘅底氣。2021年1月，捷豹路虎高調宣布進入中國市場10年，銷量突破100萬部。事實上，路虎喺中國之所以大火有幾個原因，啱好趕上 SUV 喺中國嘅消費熱潮，路虎對自身高貴血統嘅宣傳，高大嘅設計喺中國很討巧。實際上，路虎2014年在華銷量高光時刻後，就開始走下坡路。2018年，路虎年報顯示淨虧損236億元。當年全球銷量為60萬部，同比下跌4.6%，
其中中國市場銷量為11.4萬部，同比下跌22%。咁喺2019年，公司全年收入230億英鎊，稅前虧損達4.22億英鎊。當年全球銷量為50.86萬部，同比下降12%。其中中國市場銷量為9.9萬部，同比下跌13.5%。短暫嘅火爆後，點解路虎喺中國市場唔靚呢？原因好簡單，品牌定位跑偏啦，品牌形象坍塌，質量同埋口碑雙重暴擊。路虎喺品牌上並冇打中真正嘅社會精英同埋高資層面呢群高端人士，反而被誤解為豪車，對銷量造成咗嚴重嘅影響。路虎宣傳多次同英國皇室綁定，但路虎喺呢個時候喺歐美仲算唔上係一流嘅豪車品牌，邁身印度塔塔集團後，品牌價值進一步衰減。隨着消費者認知逐步提升，呢種品牌形象嘅坍塌，最終無疑都體現喺銷量上。嗰時路虎唔理喺國內定係國外，其故障投訴率遠超行業均值，遙遙領先其他豪車。一個流傳已久嘅梗。開唔壞嘅陸巡，收唔好嘅路虎，可見當時路虎嘅口碑確實唔係幾好。雖然而家嘅捷豹路虎好多啦，但幾經倒賣落嚟，捷豹路虎嘅品牌價值已經比唔上之前啦，業績亦都有啲跟唔上。近年嚟，捷豹路虎每年全球銷量為40萬部，其中近1/4出口美國。結果年初嘅關稅風波直接令捷豹路虎損失慘重。喺2026年財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交出咗一份複雜嘅成績單，營收66億英鎊，同比下滑9.2%，稅前利潤幾乎腰斬至3.51億英鎊，息稅前利潤率從8.9% 驟降到4%，批發量降至8.73萬部。同比減少10.7%，零售量則降至9.44萬部，同比下降15%。而呢次捷豹路虎網絡事件嘅後續發展仍存在3個關鍵點。如果9月24日無法復產而再度推遲，供應鏈已實施嘅輪休同埋縮產措施將進一步延長，中小供應商面臨嘅現金流壓力將持續加強。數據洩露嘅實際範圍同埋性質尚未明顯，挽回客戶同埋合作夥伴嘅信心存疑。供應鏈企業幾時先能從跟停轉向復產，亦都將影響整體恢復嘅效率。總而言之，受控重啟嘅節奏同埋數據披露嘅清晰度，將決定捷豹路虎從被動應對轉向常態運營嘅速度。毫無疑問，喺全球高端車市場嘅暗流中，捷豹路虎正經歷一次唔細嘅考驗。實際上，捷豹路虎嘅遭遇並非孤例。早喺2022年2月，豐田曾因供應商小島工業遭疑似網絡攻擊，一度停產。日本國內全部14座工廠翌日先逐步重啟。咁喺2020年，本田喺全國多地工廠同埋業務系統受網絡事件嘅影響，生產短暫停擺。2023年3月，法拉利披露遭勒索團夥索要贖金，客戶聯繫信息被訪問，但生產未停。就算係美國電動車之光特斯拉，亦都曾經遭遇嚴重嘅網絡攻擊。近幾個月嚟，唔少英國大型企業遭受網絡勒索軟件嘅攻擊。據路透社報道，英國政府希望保護供應鏈嘅安全同埋就業崗位嘅同時，亦都計劃禁止公共部門同埋國家關鍵嘅基礎設施運營商向網絡勒索方支付贖金。標準普爾全球公司23日一項調查顯示，英國製造業產出呈現下行嘅跡象。一啲受訪嘅工廠表示，捷豹路虎停產事件會影響汽車產業供應鏈嘅活動。捷豹路虎今年本來就面臨挑戰，受美國關稅政策持續不確定性嘅影響。捷豹路虎已經將2026年財年嘅主要利潤率目標從10%下調至5%至7%。
7月該公司公布季度銷量同比下滑近11%，同時仲宣布喺英國裁員500人。數字智能化嘅時代，汽車產業數字化轉型越快，網絡安全漏洞帶來嘅風險就越大。呢次事件亦都會成為成個行業加強網絡安全嘅轉折點。車企喺注重用戶人身安全嘅同時，網絡安全亦都要引起十分嘅重視。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不見不散，拜拜。